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少女乾坤，我係賢沛師傅。今日我哋嚟傾一傾12生肖2026年新曆6月，即係農曆嘅甲午月嘅月運勢。2026年甲午月嘅時間係由新曆嘅2026年6月5日芒種開始，到2026年7月7日小暑之前結束。呢段時間就係命理上邊嘅甲午月。呢集影片係分享各個生肖嘅整體月運勢，係賢沛老師嘅用心製作嚟㗎。除咗有充實又實用嘅內容，仲有好暖心嘅建議同埋祝福嘅。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喎。喺進入正題之前，請各位記得訂閱我個頻道，點開小鈴鐺同埋全部通知嘅選項，咁先可以根據運勢嘅走向，及時調整你自己，趨吉避凶嘅。如果睇完之後覺得啲內容對你有幫助，亦都請你可以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嘅，等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可以提前做好規劃同埋準備，迎接新嘅一個月嘅來臨。要知道分享善嘅知識其實都係一種布施嚟嘅，可以為你種下善嘅種子。接落嚟我哋就正式進入甲午月嘅生肖整體月運勢。屬蛇嘅朋友喺呢個甲午月將會感到一股由內而外又熱又燥嘅能量大轉變。睇翻上個月，大家係咪覺得成個月都好平穩，凡事都可以掌握喺自己手上邊呢？但係到咗呢個月，能量場就會由平靜嘅湖面一下子變成高溫嘅壓力煲啦。甲午月帶住強烈嘅五自然嘅能量嚟，代表住一股強大嘅內耗、焦躁同埋自我糾結嘅氣場，會籠罩住成個大環境，就好似周圍嘅空氣不斷升溫。雖然唔係直接燒到你，但係越嚟越熱，考驗你嘅定力同埋情緒管理。呢股自認燥熱力量就係今個月嘅核心課題嚟嘅，佢會靠影響你周圍嘅人同事，搞到你嘅處境越嚟越複雜。接落嚟就等賢沛師傅同大家拆解呢股焦躁不安嘅能量下邊，屬蛇嘅朋友應該點樣保持清醒，平安度過。第一，事業同學業由自主掌控到穩心制動。首先我哋講講事業同學業方面，上個月多勞多得嘅平穩狀態，今個月就會面臨嚟自於環境嘅嚴峻考驗啦。今個月嘅新關鍵字係自營，搞出嚟嘅環境內耗挑戰唔再係任務本身，而係嚟自周圍嘅人事同埋集體嘅焦慮。你會明顯感覺到職場或者學習嘅環境非常敏感，挑剔到極點。團隊內部充滿疑心同埋優柔寡斷嘅決策，一個簡單嘅項目都有可能因為成員嘅集體自我懷疑跌入無盡嘅爭論。賢沛師傅要提醒你，呢種混亂唔係針對你個人，而係大環境嘅集體情緒中暑。今個月嘅策略係穩心為上，喺心態上邊建立防火牆，專注自身嘅職責，避免捲入他人嘅情緒漩渦。面對混亂，保持低調同埋專注，將自己嘅工作做到無可挑剔，就係最好嘅防禦啦。不過唔同五行嘅屬蛇朋友面對嘅局面完全就唔一樣啦。例如身強嘅金蛇，今個月官運亨通嘅，係爭取晉升嘅絕佳時機。但係身弱嘅金蛇就面臨官殺嘅壓力啦，好容易喺職場上邊俾人打壓。想知道你係升職嗰個定係俾人針對嗰個可以撳一撳嘅鏈接，即刻可以睇到你係邊一種啦。第二，財富運勢由理性守成到對抗心魔。喺財運方面，上個月嘅收支平衡，今個月就會俾人徹底打破晒啦。五自營嘅焦慮感會直接點燃你嘅消費慾望同埋投資風險。最大嘅破財點源自於你自己嘅心魔。呢個係一個關於情緒性消費嘅月份，你可能因為工作壓力或者係內心嘅空虛，產生強烈嘅衝動購物慾，想靠大採購嚟釋放你嘅情緒嘅。喺投資上邊，呢股能量會搞到你對市場非常敏感，好容易因為驚錯過就追高，完全打亂咗原先有嘅部署。同人嘅金錢來往都好容易因為情緒化而搞出糾紛嘅。所以今個月嘅理財策略係嚴守紀律，杜絕衝動，為大手筆嘅消費設定冷靜期，千祈唔好喺情緒唔穩嘅時候做投資操作。記住，今個月可以守住財富，就等於賺到錢啦。不過唔同五行嘅屬蛇朋友，財運就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啦。身強嘅水蛇迎接食傷生財，揾錢能力激發到極致。但係身弱嘅水蛇朋友就係又泄又耗，會變成容易諗法多、使錢快、揾錢難。
想知道你嘅破財陷阱係點樣嘅呢？可以點一點置頂評論裏面嘅鏈接，我會幫你睇一睇你係邊一種。第三，感情運勢由平淡如水到內心氣爆棚。講到感情，上個月嗰種平穩直接嘅溝通模式，今個月就會俾內心各種嘅小劇場取代晒啦。五字形嘅能量就好似一個放大鏡咁，將關係裏面微不足道嘅小事放大成難以跨越嘅鴻溝，核心就係過度解讀。有伴侶嘅朋友呢，你同對方可能都會變到好敏感嘅，對方一個無心嘅表情都可能俾你睇成係不滿或者係冷落，之後就會起疑心同埋嘈交啦。單身嘅朋友呢，就容易跌入深度嘅自我懷疑，過分在意他人嘅目光，即使遇到中意嘅對象，都會因為個腦不停上演俾人拒絕嘅劇情而猶豫不前，而錯失良機。今個月嘅感情功課係學識同自己嘅不安全感和解，坦誠講出自己嘅感受，而唔係指責對方，係撲滅內心嗰把火嘅最佳方式。當然啦，感情劇本都唔一樣嘅。身強嘅金蛇女性迎嚟咗極佳嘅正緣桃花，感情係穩定深化，但係身強嘅火蛇就可能面臨情敵出現、嘈交不斷嘅局面。想知道你嘅桃花係正緣定係爛桃花呢？可以點一點置頂評論嗰個鏈接，睇睇你係邊一種。第四，健康運勢由身心平衡到清心降火。入咗甲午月，你一定要重點關注心火同埋情緒健康啦。五字形呢個雙倍嘅火能量鬱結喺內心，直接就衝擊心臟、心腦血管同埋眼睛呢個系統。你好容易出現心慌慌、胸悶、血壓唔穩同埋口腔潰瘍、失眠多夢嗰啲上火嘅症狀。但係賢佩師傅要特別提醒你嘅，今個月最脆弱嘅其實係精神層面。五字形直接攻擊係精神內耗，持續嘅焦慮啦、煩躁會大量消耗你嘅心神，搞到精神不振啦，形成越焦慮就越攰，越攰就越焦慮咁樣嘅惡性循環。今個月嘅養生策略係8個字：清心降火、安神定志。飲食上面盡量避免辣同埋油炸，多啲食清涼嘅食材，保證足夠嘅睡眠。靠運動、傾訴、瑜伽呢類方式積極釋放你嘅壓力。以上就係今個月嘅整體運勢分析，但係賢佩老師要提醒你，同樣嘅一個生肖金、木、水、火、土嘅運勢咧，完全唔同嘅，而身強身弱嘅差異更加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有人今個月財運爆棚，有人反而要打一場能量保衛戰噃。你屬於邊一種呢？可以撳一撳評論區嘅置頂鏈接，填寫你嘅生日，我就會同你計出你嘅專屬五行生肖同埋身強定係身弱啦。而且會話俾你知今個月嘅特別注意事項，知道自己嘅五行同埋身強身弱，先至可以真正好好利用今個月嘅月運勢㗎。希望對你有幫助啦。我係賢佩師傅，我哋下一期再見。